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炒鸡辣鸡，台语安尼写炒鸡辣鸡。一个鸡常常咧吵闹冤家，不得安宁，常常吵架，鸡犬不宁。台语讲炒鸡辣鸡，俗语讲家和万事兴。强在安尼炒鸡辣鸡，家温哪会兴旺咧？因5、6个兄弟姊妹为了一寡祖公仔产炒鸡辣鸡，甚至起相告。无怪古早人讲老财不如老德，因为老搁较侪财产，子孙仔若无德，嘛是败了了，掰袂掉。炒鸡辣鸡，有诶地头讲炒鸡辣鸡，炒鸡辣鸡，啊，台语到底是收炒鸡辣体，炒鸡辣体。伊怨叹是大人，较少大兄，较顾大房，定定都炒鸡辣体。啊，若要形容吵闹扰乱，嘛会当直接讲炒辣。因甲厝边为着停车的问题，定定咧炒辣。炒鸡辣鸡的辣，去甲菜辣辣咧，才袂臭火焦。大家做伙开讲辣咧拍辣凉，也阁有黑面皮鹭、乌面辣杯，拢是这字辣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炒鸡辣鸡，实在真趣味。